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今日嘛是注定对的日子，咱要用天父恩典真正大，做伙三角吟诗来学了主。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迎也冰清，伊拢地做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定靠因带，予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了开声吟诗，予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迎也冰清，伊拢地做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予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了开声吟诗，予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即日咱有两位对于非洲来的国际学生伫咱中间礼拜，请咱即次是来行平安的，嘛请圣歌队来到会场中间来请安吼。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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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会当趁这个机会甲会众请安啦。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引带，无论风迎也冰清，伊拢地做伴。咱着相信伊的恩，日日永有存。何在的艰难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伊着较引带，予人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了开声吟诗，予天地拢总三角欢喜。咱的主是赐种子予野种的人，予野种的人带着满满的荷包倒转来。主甲咱讲，庄稼熟啊，总是做工的人伫担落。愿咱拢会当成做迄个做工的人。今日咱有台湾幼儿政策协会的秘书长伫咱中间，咱欢迎詹牧师。咱嘛会记得一句话：有给人的
神就有给你的。咱做伙用恩典白白互人，咱做伙三角来吟诗。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互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这条诗歌已经讲讲，既若咱的心相信，嘴承认，咱就要得到这份对主来白白赏赐予咱的恩典。咱用咱的心做伙三角来学了主，用这条歌来陪伴咱的心。愿咱伫敬拜中间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疼痛。咱搁做伙三角来吟。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既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咱同心来祈祷，主，予阮得到对你来恩典。阮相信你是赐种子予野种的人，予为主你做工的来野种子，来得到30倍，得到60倍，得到100倍的成长甲收成。总是阮知，有时人会拄到侪侪环境，亲像路边的刺皮，亲像伫路年的石头，互人的心无法度补养。检菜有补养，互细像会输甜半，来失去得救的机会。帮助阮来得到这份你予阮的恩典。当伫连假中间，有侪侪兄姊妹检菜出外，愿主你听因保守因出外的路站，嘛听痛所有今仔日伫主你的圣殿都行教会来守主你圣日的兄弟姊妹，阮真感谢你，阮真感谢主，互阮的心来靠无你，互阮的心常常来眷怀你，互阮来相信主，你的恩典真正大，你的恩典充满圣上，互阮通得到这个福分。主，阮感谢主，阮感谢你，学了你无停，学了你无煞，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所以兄弟，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咱将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因圣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摆列我的祈祷，望你我要你的圣殿，照亮你给我的日子，我心心敬，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坚信我靠耶和华的，主你要保守伊十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咱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三甲来吟圣诗26首，大愿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感谢上帝，出声音是对心地，主行去代志，万民了以做欢喜，愿对舞台出世，伊就所。上帝。
刷到将来。我若感谢的罪，一切归乎俾上帝，也归圣家相信，你结冠将你万民，三一永活上帝，颂赞遍满天地，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恶乐敬拜。请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大家来交托启应文第17篇，诗篇65篇。现着我来启，请兄弟来印。启应文第17篇。上帝啊，人就伫锡安称赞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压倒我。你所竞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这款人真有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上帝的河水满满，你灌溉田园收平土地，多声你赐福予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草埔用羊群做衫穿，多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耶和华上帝，我们用全部的心神来称颂你，来学乐你的圣名。感谢上帝，因为你是至善，你的慈爱永远伫地，归伫敬畏你的人。你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你的约、遵探你的教示的人。主上帝，我用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阮，赦免阮这一礼拜来有意甲无张持的罪过。若是阮心中有歹的念头，动机无纯正的，拢求主赦免阮的罪甲不义。若是阮有做伤害别人的事，求你赦免阮，带领阮去甲伊和好。上帝啊，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神，通来到你的圣殿敬拜，学乐你，坦然无惊吓。天父上帝，你是大权能的主宰，伫你无恶正的事，伫阮的生活当中，
会拄到真侪恶担当的事，抵到阮失志，心内软弱。但是你有应允，亚善的人，你赐因气力；软弱的人，你加添因能力。阮就要倚靠你来得到大气力，赢过所面对的苦难。求主帮助阮，毋是逃避苦难，乃是伫困难的处境当中，犹原牵调上帝的手。求上帝使用阮，通做你的器具，将阮家己伫人生低谷的经历甲患难，看做是背后有上帝的带领甲圣神的保守，然后勇敢为主做见证，帮助人来看见主的疼叹甲恩典，得到福音的好处。求主你复兴阮的教会，阮知影教会就是互主呼召出来的一群基督徒来组成。阮家己真正需要更加投入伫教会的聚会、共同的义上，甲彼此相听关怀的当中。阮需要更加注目伫耶稣、伫兄弟、福音朋友的需要顶面，毋是伫财富、成就、侪拥有阮的物件顶面。求主来复兴阮教会的各个年龄阶层，尤其是社青、青少年、主日学，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关怀长辈，并且会当吸引青年人的所在。阮过去有时亲像高大的骨头，求主互阮生筋生肉，各用皮甲阮包起来，分你的气伫阮的内面，互阮活起来。求你赐阮新的心、新的神，互阮会遵守你的规例，顺探你的命令。安尼，望阮就有气力伫冤仇的所在，失落主的疼伫当中；伫伤痕的所在，也落你的疗赦；伫绝望的所在，有主的仰望；伫黑暗心灵的所在，有主的光明；搁伫忧愁的所在，也落喜乐的心。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救赎阮平安。阿免。圣歌队所要献唱的诗歌是《你的名为圣》。
即贴恭托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5章31到40节，现代台语译本第63页。马太福音25章31节，人子做王，带正天使来临的时，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的面前。伊会将因分做两边，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分开，甲绵羊安排伫正边，山羊伫倒边。后来王会甲正边的人讲：来，恁遮个受我的爸祝福的，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呢，恁有来探我。迄时，义人会应伊讲：主啊，什么时阮看到你枵有互你食，喙焦有互你啉？什么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呢，阮有去探你？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今仔日国际药物对策协会秘书长詹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我要学恁有互我食。咱首先搁一遍三甲阿头来祈祷，听阮主，阮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安息圣日会当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愿阮伫这个所在敬拜阿罗，请做芳芳的祭，建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甘纳。当阮搁一遍伫你的面前，嘛将这个讲段分别做成。愿主你用你的话亲自来教示阮，帮助阮，开启阮的心门，来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伫你面前，阮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三甲敬拜上帝，也感谢咱小会的接纳，和邀个对策会当伫今仔日来对大家报告，这个大家真正青训的一个机构，甲所咧做的工作。咱伫今仔日，我要甲三甲来分享的题目，就是我邀恁互我食。伫这中间，在讲到这个题目的时阵，就是咱拄正所读的圣经的内面，耶稣在要来时，要过来时，伊甲这军队伊的人讲，要甲这百姓分别做两边，一个是绵羊，一个是山羊。伫这中间，在讲到山羊甲绵羊有一个特色，就是绵羊就是真正听叹牧者的声，真正对牧者的脚步得行的人。山羊就亲像圣经所咧记载，羊99只，总是有一只失落。失落伫迄个山坪的中间，伫旷野中间，耶稣就爱去找。迄个山羊是表明，毋是照上帝话来行的人。所以这中间，咱看去圣经底，甲咱讲起迄个我邀恁互我食的时，咧讲到两项代志。咧讲到三项代志，伫这中间进前，我要甲大家三甲来分享两个代志。第一项就是咱今仔日咧要为着光复乡迄个马太安的堰塞湖放弃了后所发生严重的灾害。伫22号迄天真严重的时，我是敲电话甲迄个伫花莲遮东港一个救难的专家，就纳兰牧师，甲伊讲，你着斟酌到注意，看着爱安怎样做。有需要什么，请你交代。所以伫迄个中间，我甲前任的阿美族的总干事南摩福牧师，咧甲伊讨论的时，伊甲我讲，牧师，阮即摆足严重，阮4个拢是水，
总是阮即摆欠水，因为阮会当啉的水拢无去，所以我就较紧甲迄个拿兰牧师讲，较紧你设法，尽量会当甲偌济水会当载偌济入去，就载偌济入去。所以到落尾伊拢总载500箱的迄个矿泉水，一罐1500 cc 的矿泉水，跟大罐的矿泉水，到伫迄个载区，23号下晡6点，遐水送到位。遐兄弟姊妹真正感动，因为真欠水的时，喙焦的时，因会通得到遐的水，佫毋若安尼，遐的水会通帮助因，互因抑佫会通煮饭来食。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伫这个灾害发生了后，有真正一个人到伫遐。总是我甲遐个人工，特别是南兰牧师，我咧甲南兰牧师的时，我咧甲伊讲咱要安怎做的时，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讲牧师你免来，因为即摆所需要的是遐个勇壮、有气力的，阁有专业技术的人来。我是91一直到88水灾中间，有去勘灾嘛去救灾，看见做这的志工到伫灾区的所在。毋若无救着灾民，变做爱互人救，所以这变成二度的伤害。所以真侪人真有疼心去救灾，真好。总是要安怎样救灾，这是专业的代志；要安怎样救灾，这是爱有技师、有物件，才有法度完成。所以第二天，我甲伊三甲讨论9月20日的时，我就甲伊讲，因需要迄个。独轮车就是会当塞土、落个糜、土遐个物件，还佫要有土铲。总是土铲到落尾3天了后，政府有去找1000支的土铲。所以真个志工到伫光复乡伫做工的时候，大家拢对台北、对一个所在，拢搭一支土铲，到伫光复乡。所以咱讲遐个叫做啥？铲除超人。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这光复乡实际上是真正困难的一个所在。这南教会有一个执事，伊真紧张甲我讲牧师，你遐牧师你拢有熟悉，是毋是人走骹手，甲我找我公司内底一个员工，因为伊的农场拄两个迄个沙石仔厂，迄个强的所在。所以沙石仔厂甲迄个布换挖一坑真大坑，互因的水，迄个沙石仔车会当进出。所以这两个大坑水全溢入内底，所以光复乡的灾害，毋是干那天灾，实际上嘛是啥？人祸。所以这中间我甲咧讲的是，我甲伊讲，即摆过来因乌土乌了，总是遐厝拢真垃圾，要安怎处理？迄毋是用脏车会通滤清气的。所以我甲伊讲，即摆真要紧。你较紧去买迄款迄个高压的清水，迄个喷水枪、喷水机，去伫迄个所在帮助遐个人，伫清了后会通甲遐个厝清好清气。所以较紧去买遐个技师，买遐个材料，动员遐个伊的教会青年，就进入伫迄个内面。所以也有对象伫迄中间，第一天就开始发动，甲遐个会员讲，咱要安怎来救灾，然后。伫迄中间，拢总有奉献40几万，伫3天的中间。所以了后，因为物资够额，逐项够额，所以我甲因讲，安尼好，咱奉献就到这个所在。所以伫迄个中间，这个物件后续要安怎样帮助这个灾民，伫惊吓艰苦的中间来恢复因的生活。这个悲伤的辅导，因为有真侪人死去。所以你喺家庭的中间有真正一个复杂性，而且是悲伤，要再帮助这悲伤艰苦的人。所以咱有一部分的钱，就是要训练这有受过操练的人，到伫这个艰苦的所在来做悲伤的辅导、悲伤辅导。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救灾毋是遐尼简单，总是若无人欢喜去做工，无人欢喜去参与。这个灾难真困难，好去解决。但是这内面第二个，互我去想到的就是，这个拄是顶礼拜是，
拜一拄拄是中秋节。啊，我咧伫中信教会讲道时，我问遐兄弟讲，咱知影中秋节的来源的举手，咱知影人举手。咱食迄个月饼，咱食迄个月饼原来是啥物？这个原条的是真正济，这个原条为着要控制这个伊所征服的百姓，所以每一个家庭伊拢派一个人去做监督，所以受真正大的迫害，所以这个人伫暗中就通知讲吼，咱当时要起事，啊，所以因就做迄个饼，伫迄个饼的内底放一个字条啊，8月15月圆的时，啊，就是甲遐个人讲，迄个8月15什么时阵，啊，咱要起事，做一个抗暴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记号。所以中秋月饼毋是庆贺佳节迄个祝佳节快乐，其实迄个佳节是啥物？是胜利的时才叫做佳节啦。所以迄个是一个要离开困毒、离开丧凶、离开压迫，要得到自由的一个记号。所以伫这中间这两个诚济，咱今日参考来思考的一个题目。咱另外继续，是咱最近所读的圣经的内底，要甲咱讲起，主耶稣来是要甲咱分做两边，一个倒边，一个正边。伊甲正边的这个人讲，甲正边的人讲，讲这个人甲我三甲有分的上帝，伫创世以来为着你备办的祝福。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个人甲我伫天国中间享受上帝的恩典。啊，伫迄个中间，这是一个，其实这个形式是一个。迄个时代，啊，一个法院的判决文，也是这个史书的判决文。伫迄个判决文内先主文开始，咧讲到迄个判决的结果，总是判决后壁爱有理由。所以耶稣咧讲，你个人甲我三甲有分伫上帝国的宴席的时，伊讲因为我枵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这个是肉体底的枵饿。肉体底的欠缺，总是耶稣继续讲两项。伊讲我出外的时，你收留我，互我有通住，互我有安全的这款的环境，所以这是安全的需要。另外，我烫体的时，恁互我穿，这亲像浪子回头去领衫，恢复伊的身份，互伊有身份通继续伫人的中间，讲我是上帝囝。所以这中间，这是心灵的枵饿，心灵的欠缺。那最后两项，耶稣讲我破病的时，你来看过我；啊，我互关伫家里，你来看我。破病甲关伫家里，伫圣经的内底咧讲起一个真正要紧的关键，一字就是罪，甲罪有关。所以甲罪有关，伊即款的欠缺。也是枵饿，即款的枵饿打扫，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灵性德的问题，是灵性德的枵饿。所以我甲这三个、这六个耶稣所讲，这六个真正要紧的条件，该分做三个无共款的枵饿的形态。第一个是肉体德的、肉体德的；第二是心灵德的；第三是灵性德的。这三个就是身心灵、身躯、心神、灵性，三个无共款的需要。这是耶稣伫教示这个军队伊的人，要讲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当时当耶稣伫甲这个绵羊讲的时，这个绵羊讲主啊，你咧讲这个我拢无做，因为伊甲耶稣应什么？伊讲吼，我毋捌看，我当时看见你互你食，我当时看见你喙焦互你啉，你讲这六项代志，我拢无做。总是耶稣甲因讲一项，伊讲，因为你行伫至微细中间的一个，就是行伫我的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所以伊是夹起来送向散车的人，三甲认同，伫迄个中间咧看见起来需要。所以伫马太5章。有一个真要紧的经节，叫做八福。
伫迄个八福嘅中间，迄个祝福，拢是咧讲起这心内丧向、艰苦嘅人，因所拄着嘅遭遇，甚至为着伊受困苦嘅人。所以伫迄个中间哦，互人和平嘅人福气，就是因为因伫无和平嘅中间，伊伫努力，互人得到平安。所以伫这所在，咱看见圣经内底，你讲起这六个无共款的工作的事，是真正要紧。耶稣在甲因讲起一个得到上帝恩典一个要紧的关键。所以这绵羊因咧应答的时，的确是用惊吓、严严喘的态度来咧应答耶稣所咧讲这句话，因为因感觉阮拢无做。这是为什么耶稣讲因有做？因为这个人已经把这个行好事、帮助人，当作是因家己生活中间生命的一部分，真自然流露的一部分。亲像好的撒玛利亚人，看到迄种拍啊半小时的人，伊若照当时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关系，无往来款的关系，可能我可能会问讲，请问你是犹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若是伊讲我是撒玛利亚人，伊可能才会甲救对无？若甲我无往来，遐个我会对咧看我足无起的，看我足笨拙，遐个犹太人，我袂甲救。总是圣经内底咧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事，无讲半句话。伊看见迄人的需要，伊伸手去做。伊无看见家己本身的问题，家己的需要，伊将伊的驴仔互伊骑。所以迄中间咱看见，伫这内面，迄个行好也是帮助人，是诚侪生命中间的表现的自然的流露。毋是伫遐咧算讲，这是阮兜的，这是因什么人的，这是阮什么人的。我伫一个时阵伫为着这个学生来台湾读册时，伫募款，有一个教会拢讲，牧师啊，这要无对册敢是长老教会的机构？我讲毋是咧。伊讲敢是基督教的内先是讲敢是基督教的机构？我讲是啊。他会无基督教这三字，因为犹豫的时间，伫非洲的所在，真侪回教国家，你若挂基督教犹豫对册，伫回教国家会当入去，真困难。所以这中间无迄个基督教这三字的名，总是咱的宗旨，真清楚写讲，用耶稣基督的听，尽所有的气力来帮助遐心心灵犹豫的人。互因伫腹肚枵的人得到饱，伤心的人得到安慰，然后罪人得到救赎。所以这段圣经，咱今日读这段圣经，都是基督教都是犹豫对策协会，迄个在重视规划时间的时，这真正要紧的信仰的研究。咁毋然呢？伫这中间，咱创办人也是拄开始的创始者，就是当时2007年。从这项牧师开始的，所以伫迄中间有真侪人参与这内面。会再去有一个同事甲我讲，你生做足成迄个陈金星，迄个校长。有人讲我讲，有影有人嘛安尼甲我讲，我讲金星嘛是犹豫对这个创始的发起人，嘛是会员之一。咁毋然安尼，当时咧招的时因为咧招这个较偏远地区、宋乡地区的立委。来诚侪会员，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咱真熟的一个人，萧美琴，伊嘛诚侪犹豫对策的创始的会员之一。伫这中间，伊伫花莲做立委，刘兆豪伫台东做立委，然后迄个另外赵天麟伫高雄的立委。这个基督徒三甲有份伫这个时间创始这个时间，互这个时间真正会当日日得到发展。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迄个内面，迄个上界基本的、上界容易做的工作，就是腹肚的枵。所以你知影，伫非洲1分钟的中间，有16个囡仔死去，其中有12个囡仔是2岁以下。为什么2岁以下的囡仔会死去？是因为老母无奶，通有囡仔食，还是就是有奶嘛无够营养？因为老母根本嘛枵，嘛无够个的粮食。所以迄种恶性循环，
所以有这么侪囡仔死去。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伫迄个人枵的时阵，咱常常讲，互人鱼仔食，不如教安那钓鱼啊。拢是伫邀过对切国际会员的中间，有真正些所在，毋是教伊钓就有效，因为伊都无鱼池啊，内底都无鱼啊，你教伊钓嘛是空空，所以就爱大先教因呐，教因饲鱼啊。所以透过安尼，咱伫2002年的时，咱甲中英大学合作，成立这个奖学金，逐年用阮3个学生，国际学生来到台湾，伫中英大学读农业，总是因伫学业完成了后，学位摕到了后，一定要倒转到因的国家，伫伊的原来迄个机构的计划内底倒转做一个工作。所以咱望咱透过安尼，会当互因伫国家中间变做农业的经济，毋是干那互因物件通食。最近咱的政府要运1000公吨的米到伫非洲的所在，总是要用2800万的运费。所以伫迄中间，我感觉用2800万的运费，让人伫迄个伫做这个训练、做这个教育，我相信的确会当更较帮助非洲遐的百姓。所以虽然咱邀国对策是一个小小的机构，当时咱嘛因为这个事工，那得到总会肯定，所以今年的总会的年会中间，正式甲总会签迄个合作机构的这个契约书。所以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这个工作日日得到扩大。这学生一年啊3个人来，3年就12个，4年就12个。才能望咱透过安尼会通日日，或者学生哪来哪侪，就是转去了后，就伫迄个国家中间，真侪迄个国家农业的经济无大去。搁真侪咱台湾真正困苦的外交，一个真正要紧的经济。所以若安尼，咱伫迄中间，咱即摆目前有7个学生的内面，有2个学生，一个是2个拢是回教徒，有2个回教徒变做基督徒。伫回教徒变做基督徒的时，互赶出去，伊的所有的财产拢无去，所以就伫教会中间有一个宗祠之家，我去非洲看见一个宗祠之家，踮伫迄个所在。然后有一个人叫做 Paul， 伊伫迄个中间，牧师来鼓励伊去做基督徒无大紧，读7年变做牧师。今仔日咱中间 ，Pastor Paul，please。佮另外一个学生是伫狮子山来的学生，原来今日要来，总是伊无爽快，所以今日袂当来。伊伫狮子山的时，我才知影伊是回教徒。总是我讲我爱去教会迄个募款，也是去教会报告的时，你来对我去安尼有影响到你的信仰无？伊想讲应该是袂啦。总是伊来到台湾，第一句的机场拄看到我的时，第一句的甲我讲 ，Pastor。I am Christian now。感谢主，因为伫迄个中间，伊的原来迄个回教的捆绑已经超棒。一个真疼伊的阿姑，嘛为伊支持的阿姑，原来通甲伊绑的阿姑，伫伊要来台湾的前1礼拜，忽然间破病死去。这个毋是通欢喜的代志，总是对伊来讲是属灵，得到超棒，然后会通成做基督徒的一个开始。所以比其他一个人更加认真读圣经，所以甲我讲，伊即马是基督徒。我相信这个学生倒转到伫遐个回教，真侪回教徒的社区还是国家的社群的中间，伊人诚侪对回教徒宣告一个真正要紧的罗卜的采用，阿免吗？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即个奖学金，若干若即个学生来。咱去看伊的计划佮辅导，所以伫明年的7月初1，咱有农业的专家要去到伫马拉维咱的姊妹教会，伫遐帮助因做迄个有机肥，甲迄个有机的有机的物件，育肥，通做病虫害防治的方法的训练甲教育。所以这是咱伫即个中间，毋若干那互因来读册，佮真正是技术到伫迄个所在。若呢？咱嘛毋忘伫第3项，就是
有青年欢喜到伫迄个所在来做志工，国际志工队做生命教育学习。最后一项就是咱有国内的奖学金，咱的青年若研究的项目甲农业、粮食有关的，拢会当请这个奖学金。所以毋能安尼，伫人生的这个巴肚枵的代志以外，咱伫887水灾了后，我开始创设这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这是看见悲伤的人，而且志工足侪人受训练，总是毋知影要安怎做，所以伫这中间造成二度伤害。所以我伫过长江2011年，要伫基督教福利会时开始做这个工作，就是做悲伤的辅导。上界要紧的对象是传教者，因为传教者伫新人院虽然有这个幕会协谈，当时这个是足粗浅的物件。要安怎伫人悲伤失落时，咱的教会常常有当时有失落事件发生的时，咱上加是做礼拜、告别式等等这的。总是咧事后了后，有真正一个要安怎修复，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技术技巧，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训练。所以咱这个训练固定定期这个工作，所以我问咱兄弟嘛会通来参加这个训练。所以伫了后，我要下面规定上面真紧，互咱看见讲，伫即几档的中间，我到伫非洲，甲东江到伫非洲，看见这用6项去做观察，土壤、伊食的物件，有肥料无？有气区无？有市场无？伫迄中间用这个要素来咧做观察，所以这是所有非洲的土壤拢是这个颜色，即色的。这红云土八卦山的红云土上出名。其实，迄个土肉，培训有限，所以伫迄中间要安怎改变？另外，因为要求我到一个部落的时，这个开部落会议的时，这个到下晡3点还无饭通食。我问隔壁这个会教这个头人，我甲伊讲 ，How many meals do you have？ 恁一日食几顿？伊讲 0，100，甲讲 010，后壁讲001，当然有一部分的人101，101是啥意思？当然少数人一日食2顿。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这个囡仔祈祷了后，大人囡仔做的烧抢迄盘的饭。咱看见这个囡仔是1年级38个囡仔，总是38个囡仔吼，到了6年时剩12个。什么原因？因为大汉爱做工课，佫上界要紧啊，有一部分人已经死去啊。所以伫迄中间，佫有一部分的人是啊，是因为无钱，10块银的美金一学期的学费交袂起来，交袂起，所以无来读册。这是另外查某仔伫迄个普牧师伊的教区内底有一个牧师所办的学校。了后，我到伫卢安达，伫卢安达所在有一个迄个叫做种族屠杀的纪念馆。到伫今年拄拄啊是30周年，伫1964年的时，这个国家2个族群发生冲突，所以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屠杀。一间教会内底拢是兄弟姊妹，总是因为无共款的族群，所以这个族群杀死另外一个族群，伫教会内底。所以这是真残忍的代志。总是到落尾，遐个想赶逐屠杀遐个贵族，走到伫莫桑比克反攻倒转来赢了后，因伫迄个所在讲咱即摆袂使咧用报复来成做后壁手段，咱毋茫会通和平。所以对方嘛伫迄个所在承认因的罪，也要悔改。伫迄个所在，两边开始讲和，无要阁分别叫做什么族，拢叫做卢安达人。所以这个纪念馆诚做真要紧的一个记号。伫迄中间有一个企业家，伊对小农变做大企业家，然后伊设立学校，对幼稚园到大学。阮去的时，伊伫遐看，这是伊农场的牛仔。下晡我会搁较详细吼，来带大家去非洲佚佗。这是咱的姊妹教会，迄个马拉维教会的一个农场。我甲伊讲，你若要送学生来，就爱有迄个计划，搁有一个上好的农场。伊讲哦，我
我有一个小小的农场，我 house small， 我偌细，迄农场偌细。伊甲我讲吼，敢若112公顷若尔。我听者错一条哦。所以咱要伫马拉维用即个农场，诚侪迄个马拉维农业的迄个基地。啊，因种的稻啊，迄个农场内底有水稻，迄个水稻的收成的挂数哦，2挂。咱台湾起码嘛有8挂、10挂，因2挂就是讲一分地哦200斤尔啦。所以迄中间甲咱的800斤、1000斤袂比较热。若有好的技术，伊能改变。啊，这是一铺，我去因兜的时候，伊互我看伊的厝，迄间厝是伊原来风不收起的厝，拢是因为伊伫社区也是伫教会中间有真正好的表现，啊，做水的见证，所以伊的族群全咧搁甲伊的厝讲，啊，安尼行伊啦，安尼容许你继续住伫阮遮，啊，然后吼，啊嘛无反对伊去传道理，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水的见证。啊，这是因去到台北的时，伫双连教会去访问参加聚会。啊，这是我到伫迄个中华教会去做报告，啊，去做见证。这是因伫福兴教会啊聚会时庆祝50周年，到伫新竹啊，这家庭，这兄弟拢款待因亲像家己家来的人。啊，这是甲迄个林牧师啊做的翕一张相片。啊，因咧食饭的时。遮个中集牧师中集，为伫因的食饭的所在，也伫遐唱欢庆的歌，啊，互因感觉这是一个熟练的家庭，伫家庭的中间，因得到照顾。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去，迄个以赛亚书58章伫迄个所在讲，你若看见人腹肚枵，你互伊食；喙焦恁互伊啉，亲像主耶稣所讲遐个代志的时，伊讲恁的黑暗要变做光明，恁的黑暗要变做光明。恁的黑暗要变做日头的光，我相信笃行教会的名取了真好，因为笃行就是实实在在笃实，哦，也是伫迄中间吼，也是信笃，拢真正细字顶真，啊，咧行上帝的话，所以咱的教会的名是一个，互咱真好的一个启示，嘛一个真好的一个警醒。所以嘛，咱的人3+5分伫即个工作，互咱3+5分伫即个帮助送养的人、邀顾的人，互因会通得到饱，会通会得到脱离遐个送养。所以今日咱毋是要为着邀顾对这奉献。啊，虽然我有炸奉献茶啊，咱也有感动的人家己再去摕，哦，啊，伫迄中间嘛有详细的时间计划，毋是甲这2项代志尔。爱通互咱，我望有人会通欢喜，长期来参与。伫即个时间，或这个时间会当长期维续、持续，互更较侪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咱3个暗头来祈祷。听我的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对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愿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内面，诚侪实践伫阮外在的行动，互阮的行动诚侪光，做一人因为安尼得到帮助。伫你面前，阮安尼感恩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免。来因回应的诗，圣诗535首，福音正声第大坛，请咱起立吟全首。正声地大担，传到情海甲情山，保传地球欢喜消息，白白小事你甲我，上帝将道是行，想使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为你永远我稳当，好因接受
时时代，传到情海甲情山，好因情直直等，保护伊，护你甲我，好因情声要抵达，应该坚心细耳听。若无反悔，要得前程，阮当拄着大惊吓，都走保全生命，目的晓伫这所在，目的越头，目的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好因情时时等，通到情山甲情山。好因情直直等，保护起予你甲我。好因情谁有地请，咱人应该来就近。目的体是主的恩赦，目的看见主的恩。我是我命的病，扬起信心的欠缺，做我实地亲像主红，我会洗到白那色。好因情时时等，传到情海甲情山。好因情直直等，保护起予你甲我。较济，下面咱举行圣礼典。咱三甲来吟，咱的圣诗303首。三甲八饼，咱同心来归路。三甲八饼，咱同心来归路。当我虔诚归路，明恩前早更明日头，哦主来你怜悯我，怜悯我。三甲啉杯，咱同心来归路。三甲啉杯，咱同心来归路。当我虔诚归路，明恩前早更明日头，哦主求你怜悯我。三甲啦，咱同心来归路。三甲啦，咱同心来归路。当我虔诚归路，明恩前早更明日头，哦主求你怜悯我。
所听的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要所设立圣餐话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爸爸传互恁的，就是主要所互人袂迄糜有提饼祝谢。来八伊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咧旁边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恁的事，就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咁最后所有人袂有提饼祝谢，所以咱照伊的样式，咱大声来感谢主。天父上帝，阮照你的命令摆这个宴席，为着纪念永远的祭司，互阮会当甲主你同坐得。阮领受这个饼甲这个杯时，来孝念主你，为着阮对死搁我流出你的宝血来洁净阮，正做阮的家坎。愿主帮助阮，互阮每一摆守圣餐的时，来体验、来体会主。你就伫阮的心内，主你就伫阮的四周围，愿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这个，恁逐摆食的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邀请凡那属伫教会陪餐者、陪餐会员，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无需特别邀请咱你若是有经过成人洗礼，也是你已经伫正来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的，咱当做伙来领受。无论你是属伫倒一间教会，拢欢迎你来受主的圣餐。今日咱嘛对詹牧师来讲道，伫圣餐时，咱嘛做伙来思考，当枵的时，咱有人互人食，有人互人食无？喙干时有互人啉无？咱特别来思考，伫咱四周围遮个困苦的人，也是伫咧受苦的人。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每一届这是就今日来纪念伊，做伙来领受。这样所讲，这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摕到杯时，咱做伙来纪念耶稣基督，少年耶稣为着咱对死过活，伫是价顶所留的宝血，像是咱对拄爱讲到来想，伫抑个伫花莲光复乡枫林镇万隆乡伫遐受苦的人，互咱替因祈祷，嘛关心因。今仔日咱嘛特别用行动来表示。这杯是新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既然你们是就今日来纪念伊，做伙三角来领受。
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正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了你，因为你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为你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将来拢伫地。愿主你真做阮的帮衬甲瓦克，因为你有对死来赢过，来得胜，嘛将即个能力、气力来赏赐互阮，互阮信你的人，跟对你的人，来领受你的恩惠。主，阮感谢你，今日互阮有份，阮所有的陪参者、陪参会员来领受对你来的即个恩典的演写，甲主你同齐倒，来效念耶稣基督，嘛照你的话来行动，行出耶稣基督的听，来警醒阮家己，是毋是有照你的话来听阮四周的人，以及听受苦的人。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即时来收杯。
下面咱用回应的心来奉献吼，请配召执事赎圣祭司来赎献。啊，这请坐。下面咱来颁发这学期的奖学金啊，时间交予秀英长老甲陈牧师。请今年得奖的学生到台前来，黄以佳以及另外两位是啥？品珍吗？大家好，是我家同二高中赖鹏新同学。高中是陈永佳青年。请来台前。好，下面咱来读
本周的金句吼，咱读一遍就好。周报的第3页，本周金句做伙来。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好，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小会公告，定伫主后2025年11月2日，伫主日礼拜中要召开临时的圣道好会，补选中职长老2名，执事3名，请陪产会员来出席。若是有需要请假的，请小会书记黄定科长老来提出。周报的第4页甲第5页，则有补选的办法以及选举人的名单，吼，请咱兄弟详细来看。名单若是有错误漏顶的，请这个黄定科长老来更正。周报的第6页，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真欢迎台湾国际药学对策协会秘书长詹定吉牧师以及2位这个非洲来的朋友吼前来正道甲咱请安，邀请大家来关心国际的药学议题。伫2楼的这个招待柜台有事工的简介介绍，甲这个奉献袋啊，欢迎兄弟来去家己去摕来奉献，愿主祝福。第3点，咱本主日周报内底有为着花莲光复乡重建的奉献地请咱兄弟做伙来关心，来倒甲奉献。第5点，礼拜了后，今仔日有这个爱餐，感谢俺们技术的准备，由仁爱小组协助饭后的休息。第6点甲第9点，请咱家己看。第10点，咱后礼拜后主日要去野外礼拜吼，请已经有报名兄弟爱戴口罩甲滚水迄天的上午7点10分，7点10分伫2楼伫遮吼要集合祈祷了后来出发请兄弟来家己来看周报第11页，遮有这个名单吼，名单咱看咱家己伫第几车若是有无你的名，还是有啥物错误的，请办公室还是定科长老来做更正。周报的第7页，第7页11点，咱来看10月26号，主日礼拜中要举行中央敬老的活动。今年满88岁美寿的有施林明月、廖大平长老、吴清树老师3位。满70岁有陈英之、钟喜昌、刘林吉牧师、林美珠姐、黄登栋、汤彩萍姐总共6位。70岁以上的有84个人，请咱长辈迄天来出席礼拜，接受咱的祝福欢迎。第12点，妇女团契年会选举结果，会长大秀珠、副会长刘乐义。第13点，咱独行的violin的课程，即马要开始招生，伫每礼拜2暗时6点半伫5楼的上课若是有意爱，请办公室来报名。第14点到第16点请咱家己来看。咱一个咱要举行10月份的寿星庆生名单伫遮周报的第8页团契消息：第一，青少年团契本主日11点20分要伫乐天保龄球馆有聚会，主题是迎新。第二，少年团契伫礼拜了后爱餐了后11点40分伫1楼聚会，主理是詹牧师伊的主题就是爱在非洲，欢迎客友兄弟来踊跃参加。第3点到第5点咱家己看，其他关怀咱继续为着这个事来带导，特别为着施林明月姐吴金明执事李小长老真欢喜，今仔来到咱的当中坐伫3楼，咱来为因身体的这个恢复来祈祷。周报第9页，遮咱家己来看。第10页，咱有敬老的名单请咱家己来看。最后就是周报14页到15页，遮有
顶礼拜的奉献的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向财务部长来做反映。好，下面介绍新的朋友，邀请牧师。咱先请牧师介绍这两位同学吼，甲一位牧师，一位同学吼。一个牧师，这个 Pastor Paul， 你也是介绍了啦吼。另外伫边仔这个是对43来的读硕士班的学生，迄个叫做 Monkey。像边仔迄个少年的，迄个是我的同工哦，嘛是我的细汉的后生。多谢张正地牧师以及所有遮的学生甲同工吼。那么多谢国元节吼，其实咱已经有安排2个青年来甲因做即时的翻译吼，甲陪同吼。国元甲品珍吼，咱拍拍甲因吼鼓励好。咱无收到新朋友的单号，咱即时咱做伙三甲来带倒。咱为着讲互乡花莲讲互乡的救灾，进入后一个阶段，就是有总支屋，也是要安怎来安置遮个受灾的百姓，以及咱嘛替台湾国际饥饿对策这个协会来关心台湾以及国际的邀约的对策遮个受灾受难的人为着因来祈祷，咱做伙三甲来祈祷。他通做阮伫咧面前，阮同心祈祷。我要为着即届伫花莲马太安息顶游，即个堰塞湖溃坝溢流所产生的水灾，造成侪的家庭失丧，以及侪有亲人来离开世间。阮为着安尼，阮真毋甘嘛感觉悲伤痛苦。嘛求上帝你施恩阮的政府。阮的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做伙协力来帮助遮个受灾灾民。看到来自台湾各地以及国际志工投入来救灾，来帮助遮个受灾的人因恢复因日常的生活。我嘛感谢主你使用遮个真好的同仁、真好的政府官员有措施嘛有策略来帮助。遮受灾家庭来恢复日常的生活，看到每一日进步，阮真感觉心真安慰。总是阮嘛爱有行动来关心因的受灾。接续由上帝你施恩引带带领。阮也为着今仔日的主日，阮邀请詹牧师来甲阮中间来分享伫国际，还阁有足侪国家受灾足侪国家邀约。检测是天灾，检测是人祸战乱，检测是还无够无法度进步到先进的科技，还阁是伫真原始的政治的方式来互遮粮食递到不足以及人口的增长等等遮个，阮看到伫非洲饥荒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是气候，嘛有可能是无先进的科技来引带因，求上帝带领遮个所在，因有一日遮个邀约拢会当得到解决。总是我嘛爱反省，我嘛爱思考，总是我嘛爱来谨慎。当我每一届自餐桌顶遮剩来的物件，阮敢有去想到邀约的人？求上帝帮助阮，这是一个真大的对比。因为伫台湾富裕的生活，阮感受袂到；伫远远的所在的饥荒帮助阮。因为主你甲阮讲，阮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我嘛爱亲像今仔日圣经讲，我腰你互我食，我喙焦你互我啉。阮嘛要为着阮的受苦的同工，身体艰苦病痛，替因祈祷，求上帝你施恩，为着。另外这为着金明兄为着遮个住伫安养院的长辈，以及无法度常常来聚会长辈，主你甲因三甲同在，三甲伫地。
嘛为着阮后主日，阮耶和华礼拜，求上帝你帮助阮，兄弟姊妹做伙到伫苗栗西南教会伫遐来学乐主，嘛参观教会以及即间教会伫马街宣教师所设立，嘛有马街亲自伫遐传道理的灵营树骹，帮助阮兄弟姊妹出入平安。阮仰望阮的恳求，愿上帝你听阮恳求祈祷的声，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即时来行平安礼，主，咱来先庆生。庆生哦。咱即周报点名吼，10月份生日的兄弟吼，咱请起立吼，咱请东江。10月份有宜家、秀云、正野、仲宏、关路姐、寿琴姐、梅条姐、万信姐、文琴兄、雅婷、雅芬、阿里、英姿、敏源、新佑、隶属、慧茹、恩赐、梅林、子文、慧心、戴志勇。咱即时来行平安礼。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来，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先心来听你。好，请咱游园徛地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刷请詹牧师祝祷。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预备上帝赏赐大好，听咱亲像行义，听咱亲像行义。诚心观念，甲咱感动，徛起大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只是到万世代，只是到万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大听堂，伊个圣神相通甲激励甲恁三甲之地，互伫逐所在、逐时阵为主做水的见证，来得到主的甘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
者且坐，袂倒。